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接受到平面媒体的专访，宣告讲家己要来参选到2024年的总统大选。伊讲伊选总统的目的是要来解决两件代志。现在党内好像已经有一些反弹的声音了，觉得你现在出来其实是在破坏民党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觉得你一出来就要选党主席，就要党主席是他们给我的吗？党主席是我要就有的吗？党主席是要选的，只要按照一个选举的制度，谁能出来就谁出来，这跟破坏团结有什么关系？讲这样的话的人才是不懂什么叫团结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大家选公平竞争啊。那你选上就选，选不上就支持那个选上的人，这才是真的团结，而不是说不准你选，不准你选，不准你选，这样团结，这是假的团结。所以如果江启臣之后不准你选的话，你觉得这会是一个假团结？不会啊，不准我选我就不选了，而且不是江主席能够决定的，不是中常会决定的。中常我尊重中常会啊，我也从头到尾，我在上礼拜一就跟大家讲，我不一定要任何事我都不排除，但是也不一定啊，就是说你都不过这个就算了嘛。当时我们谈的也是说江啊韩啊，大家谈说，我先取得资格，再来考虑我要不要选。所以我第一天就跟大家讲就是这样子。现在这个事实还在那至于说你问我说我排不排除选总统，我说我会争取，不排除，也就是这样。后来赵少康讲，伊选总统有两个目的，第一件代志是要来促进到两岸和平，第二件是要促进到党内内力的和解。